年要到啊，为了迎接年假的来临，台南市经发局邀请3个地区的相关规划无同款的游览路线，逐条路线拢有无同款的文化风情、有特色的体验活动，有地方的美食等等，互民众有通吃，阁有通耍。针对这一次的5倍券，也有提供，你只要消费满200块，那可以凭发票、收据或者是购买证明，就可以上传到我们粉丝页的网站，做一个抽奖登录。借由商圈的游程的食宿游玩购，带动连结商机。过年期间有一寡导览活动，一寡手作的课程。过年期间呢，我们北门商圈这边推出各项游程的一个优惠，包括我们的一个伴手礼，还有我们的一个游程，这个都是非常丰富的。过年是全国游客去台南观光游览的重要时期，相关的旅游活动除了精彩丰富以外，每一间店嘛做好防疫措施，就是要消费者有一个安心游览的环境。你订阅华视新闻了吗？赶紧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还要到我们的脸书粉专按赞追踪哦。